今日過嚟雅居樂星悅睇下呢個項目嘅賣點如何？OK。首先，大家可以見到我哋雅居樂星悅嘅話啦嚇，係2025年12月成個中山嘅銷冠項目嚟㗎。大家可以睇下，我哋俾第一名嘅話啦嚇，係相差2套嘅；俾第3名嘅話係相差咗5套嘅。所以我哋雅居樂星悅嘅話係非常之靚㗎。跟住再睇下呢個位置嘅話啦嚇，係成個中山2025年12月週選樹嘅一個網簽嘅數據排行榜。呢啲數據嘅話做唔到假㗎，所以你可以睇一睇。所以嘅話啦嚇，基本上中山嘅大部分業主都係會買去我哋南部片區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神灣片區嘅話係成個中山嘅一個神灣嘅話係國家嘅一個3A 級嘅旅遊小鎮，同埋廣東嘅森林小鎮稱號嘅。神灣嘅話有一半嘅面積都係森林嘅，所以空氣非常之好，同埋一個負離子滿滿嘅。跟住再望下先啦嚇，我哋目前嘅話係現樓現證嘅，可以望下我哋後期嘅，如果客戶選膠裝選嗰個包裝修嘅話啦嚇，我哋呢邊係會幫個客戶好裝嘅，封埋個窗口嘅，全部都係現樓現證嘅。嗱，好多街坊嘅話啦，係關心我哋項目翻去香港近唔近呢？第一個嘅話就係屋企門口嘅話，可以坐嗰個商務嘅車，35蚊單程翻到港珠澳大橋，再30分鐘翻到香港，好方便。又或者喺項目門口嘅話，上高速1.5公里上高速，都係30分鐘翻到去私家車咯。如果你滴滴嘅話，65蚊比較方便嘅。項目全部都係現樓現證嘅，風水非常之好，係成個神灣片區嘅一個最高峰嘅一個風水寶地。首先望下項目嘅賣點啦，望下我哋項目嘅賣點嘅話，佢係距離項目嘅2公里6分鐘就可以去到嗱，即係呢個意思。我哋項目喺呢個位置啊嘛。呢度過到去嘅話就係神灣堡嘅旅遊項目。呢邊嘅話大家可以睇一睇啊，佢係投資咗1個億嘅，總佔地嘅話係1.6萬方嘅，佢係靠海嘅，所以後期嘅話佢係配置咗啲商業嘅總部啦，同埋廣場啦、清吧啦、郵輪啦、快艇啦，所以後期嘅街坊買我哋嘅先嘅話啦嚇，後期會比較幸福嘅。第二個就係我哋睇下呢一邊啦嚇啦，佢呢邊嘅話係有一個遊艇會嘅盛世遊艇會，呢邊嘅話佢嘅別墅都係3-4千萬一套嘅，所以非常之好嘅。我哋再望下項目周邊嘅配套啦，衣食住行咯，學校啊、飲早茶啊、茶餐廳啊，同埋一家嘅大型超市啊，同埋街市啊，同埋商場啊，都係1公里嘅範圍就可以去到噶啦。跟住再望我哋嘅活動啦，我哋呢邊嘅話啦，你哋嗰邊只需要翻2萬蚊就可以買京東嘅16件家電套裝噶啦。喺官網嘅話售價係86000嘅，目前2萬蚊就可以做到啦。我哋再望下呢度，其實依家買樓嘅話啦嚇係好重要嘅，一定要買現樓，安全安心置業計劃。我哋項目嘅話係成個片區稀缺嘅第5代賒宅嚟㗎，同埋我哋呢邊係好快出證㗎，呢個係最關鍵嘅。